写你无罪啊，你哪会唔紧走？明明，我拢是我拍死，你论小的伫包大人的面头前来替我trả罪啦。哎呦，大爷，你若要安尼讲啦，啊，当然是已经兄弟啊咧，啊，你的代志就是阮的代志嘛，而且你都搁去找亲找老母，啊，你要哪会用个犯罪？是啊，那迄包大人甲你定什么罪？无啊，伊讲阮帮助官兵破万花楼，人是误伤的，所以还袂甲阮定罪。是啊，恁帮助官兵本来就有功的，包大人一定会甲恁将功赎罪，将钦发落，你毋免为着伊伫咧担心。太委屈着恁了。不过啊，你放心啦，阮袂死啦。为着两位结拜小弟，我决心要来去投军，希望一寡半日苦做，倒转来救两位小弟。兄，现在世下了乱，皇上下旨到处伫咧招军，你若是有意要投军者，我会用个带你去见我一位朋友，伊叫做林贵，伊是我数年的好友，伊一定会提拔你。安尼好，大哥啊，以你的武艺遮尔好吼，你一定会出头的啦。对，只要咱兄弟啊若有缘，一定会见面的。但愿如此。绝佳的人尚在人世，总有一天必定会甲武侯你相见，请武侯你切莫太过伤心。靠边千岁，孙兵部在讲我求见。哦，孙兵部来找国王有甚物代志是？霹雳，你就选你入宫，文后有话要交代。遵旨，选孙兵部入南清宫。遵旨。宣孙兵部进宫见驾。先叩见太后，殿下千岁。平时
信。谢太后。顺便报前来找国王，究竟有何事呢？王爷，谢国兴兵作乱，有状报元帅过急回朝，神往皇上旨意，临危总兵各路召军训练军队，3天后5时，神要在教场，后夜即位军师，特来强请千岁，届时加任指示。这霹雳，孙贤卿好意来伫咧邀请，你就去。遵旨，可是离神必然前去。谢太后。孙贤卿，爱家要问你，你毋知还阁会记你20多年前，我叫你送信到我的故乡山西太原无？这，太后，你哪会忽然间问起这件代志？但毋是这场的水灾，也会全家来拆散。孙贤卿，分后要命你在岛军的名册，详细查看，看有一个姓狄的人无？假使身躯若有心大血结的鸳鸯，就是阮狄家的亲人。狄青，狄青是什么人呢？启禀大人，狄青是拄则就来岛军的兵卒，处理武艺未歹，是一位可用之才。伊的人咧，现此时伫咧营中等候。欢你来听话。狄青，小兵叩见总兵大人。你叫狄青，是，山西太原人士。正是。哼，这个小囝，果然是狄太后要找人。我小妹为伊而死，我今仔日非将伊处死不可。听林去咧讲，你的武艺袂歹。这是林千爽的夸奖。本我以为要试你的武艺，看好到什么程度。唔知大人如何处罚？孙爸，来，我要叫孙爸甲你比试，你教我。凭总兵吩咐。有胆量。孙爸，你要甲狄青比为啥？是，会记的，点到为止。是。大人，我打得清，总兵，竟不顾我的法律，家徒杀人，来啊！是，八爷是。大人，冤枉！大人，这真是无义。对。比武之前，我下面点到为止，已经讲下了刀手，杀了孙霸，表示决定，来，再推出战士。总兵大人，押住。
这个小囝是身份这投军小小一个步子，因为伊小小年纪，武艺非凡，本官有意提拔，也毋过伊个心性公傲残毒。我明着孙爸甲伊比试较量，伊自以为武艺高强，竟然将孙爸杀死，利用此战，王爷断断。哎呀，小是奉命比试，孙将军手下不良将，明就必杀就小的，小的出手来不及，再失手杀死一位孙爸，便会故意超也变差。对，本官两眼清官，你敢胡说？顺便报，近枪比武，刀剑无眼，这并非特枪之过。嘿，王爷，特斥光芒啊，轻视军法，若无一个处决者，清班的军师，啥物人死会服呢？顺便报，王看特枪生做是忠义之相，而且是失手误触军法。这也不足以斩首。既然孙爸既死，国王想讨一个人情，不如就了伊特请一命。嘿嘿，王爷之命，下官哪里不从？也毋过死罪难免，活罪是难饶啊。以你之见，这。王爷，接打40个军棍，依法轻罪。好，来人，在，将特请带下，接打40个军棍。死！完了！来！我暂以为是，这个40个毒药，竟然唔死啊，满条命。在，甲我选韩琦入宫。遵旨。微臣拜见太后千秋。韩卿平身。下太后。韩卿，本宫选你入宫来，是为叫你来甲我逼问。
不知太后梦到什么？我昨暗梦见讲，跋落去一个不见天日的深。有一支肉骨，甲我插一个喙齿煞流血，血流不止。我搁详细甲伊看迄粒肉丸，我明明着夹一喙，却完整无缺。不知这个梦是凶也是吉？海庆，你是毋是会当详解此梦？哎呦，依神看来，此梦乃是成凶后吉之兆。成凶后吉。是，太后跋落去深渊，乃是有离乡背井，甲家人分别之灾，各是大凶。太后食肉丸，肉丸伤气，血流染骨，乃是骨肉受伤。啊，骨肉受伤？是，如果太后若一个亲人在世，此时必定遭受大难。骨肉遭受大难。小师傅，老师有伫无？林施主啊，哦，对啦，伊是狄青，是我属下一位兵卒，被军军拍入重伤，要请老师救一条命，拜托，请老师有一好无？请。多谢多谢。注定今生是无法度通好回我的亲情。太后，请放心，肉丸完整无缺，乃是大吉之兆。太后一亲人一定有重逢之日，而且此日必在8月中秋夜晚之时。8月中秋，月晚之时。这个人是互人用迄个毒药棍甲拍伤的，时辰又搁再拖遮尔久。教师，你若是讲慢一步甲伊送来，恐惊迄连病症也无法度。老师，那安尼，伊就是要救。家在，伊的体质真好。现时是无性命之忧，然过伊的伤痕是真严重。虽然有食药，
也就爱互伊长期的休养，再同来复原。多谢老师，那呢在下告辞。请便。有影，赶紧交代大家，摒扫本院。明仔载，南清宫植太药，爱要来本院行香。是。先靠近太后千秋。敢是迄一日救我迄个王爷呢？伊为什么来这？这是什么所在？好亲像一件妙事。我要来去向王爷讲告孙秀对我下毒手。我要来去诉冤，我要来诉冤。